讲道欢喜来上救恩的活水，请陈牧师。所听兄弟大家平安。伫咱要领受圣经对咱祝福应允教示的话，咱首先伫主的面前来备办咱的心，来用祈祷来拍开心门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是受你所疼惜你的囝儿查某囝，愿进入你的至圣所，伫这个所在听候要见你的面。我嘛伸出阮的手，拍开阮的心。我要用是阮属福的上帝你来恳求，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腰搁喙焦。主特别伫教会的祭期，常常拢是阮的先人老老，互阮一个警醒灵修的祭期。我要伫你的面前用礼拜、用祈祷来开始。主啊，求将你活命的水泉，伫今仔日施落伫阮众人中间。享受圣神来陪伴阮，亲像伫迄个旷野，你的神踮伫你的圣囝耶稣基督，互伊赢过魔鬼的引诱甲试探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长大成人，成做上帝你仰重的见证，真理的见证者。主，阮知影阮家己实在真欠缺，但是阮要恳求至圣的上帝，你的圣神来掌权。点伫阮的心思意念，阮将每一个当信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你，互阮伫听讲道的时，阮的心无受搅扰。主，求你将圣神放伫阮的内底，互阮谦卑搁有喜乐。阮伫你的面前听候，恳求主你对阮讲话，祈祷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对即礼拜开始，应该通讲，就是顶礼拜就开始。每一年的教会有一个祭期，咱的教会，咱常常有印象，就是伫春天就有过活节，伫冬天就有圣诞节。咱伫过活节进前，咱传统上有一个祭期叫做大斋节，就是禁食祈祷的一个祭期。咱基督教较少照这个祭期来过教会的生活，这是一个新约的祭期。有真侪圣经内底祭期，多数是拢旧约。伫旧约的中间，上帝互以色列人因历史中甲上帝做伙同行信仰的道路顶悬，重要的记事、重要的经历。后来就真侪以色列人因的祭期，祭期就亲像守圣餐。耶稣讲：恁食的时，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所以无论是伫旧约的祭期、新约的祭期，拢是要互上帝所听兄弟姊妹，通过这种甲历史同行伫心灵的内底的祈祷，会当加做永壮的基督徒。大斋节通常有40天，无包含礼拜日。大斋节就是伫过活节的进前，伊的高潮。大斋节的高潮就是用耶稣基督的过活，哈利路亚，最欢喜快乐的庆典。但是这个祭期就是伫春天，所以英语名是真有意思。伊对列丁语来，对古早欧洲的这个基督教的教会的祭期开始来，这个 Lent 这个字其实就是咱英语讲长啦，长度，How long 偌长一个迄个笑牛的笑迄个长度这个意思就是当春天来时。日头倒来到伫北半球，春天开始了后，日头就哪来哪长。所以咧中间咧讲起有一个新的光，有一个春天的风，人的生命、万物的生命就亲像这个自然而然、四季运转。人到伫春天，万物就家己自然而然重新活起来，脱掉真寒冷的旧衫。就亲像真侪即个万物伫春天的时候水互咱看，伊就富裕，伊就开花，亲像安尼，所以人就体会到伫春天内底有一个新的上帝圣神运行，迄个看袂到自然而然的活力。所以咱的先人
就用这种的自然现象，佮结合着耶稣伫旷野40日，伊的灵修赢过魔鬼的试探，亲像咧甲咱讲，咱的人生亲像40年的人生的拍拼，咱就亲像以色列人40年伫旷野的中间黑暗欠缺，伫个40年的中间怎样来食一个中大成人的一个国家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求天父上帝伫春天来临的时，咱嘛当对心中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圣神的风来奔入我的内心。我知影万米并无甲上帝祈祷讲：耶和华创造我的上帝，求你互我对土糜中间寒冷的土地会当补芽，来开出一蕊真水的百合花。但是咱会当安尼甲上帝祈祷讲：主啊，伫我人生无用，真欠缺，无明，毋知好去好从。但是要我上帝，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我，互我会通甲主你亲近。大斋节最要紧的目的，就是邀请所有属伫上帝的百姓，伫教会和伫姊妹，咱当心用一个祭祀，真规律，每一年有检讨，每一年有一个灵修的操练。大斋节是传统上教会祭祀中间上注重的，就是禁食祈祷。禁食祈祷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节制，伫无用的时间，伫无用伫一个过头的奢华世俗的生活中间，要怎样节制家己对物质受到物质的控制？有真侪人对食无节制，有真侪人对用钱无节制，所以咱就看到今摆时代愈来愈侪人因受到信用卡的伤害，对无？迄叫做卡债。有真侪人好用，但是因为不会量入为出，所以毋知要安怎好好来管理家己的生活。大斋节上重要目的，就是帮助人通过灵修的操练，伊知影怎样来做一个适正适当的生命的管理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即个无用的中间，充满最即种的生命中间的伤害。所以传统上的教会灵修，因常常用大斋节来成做一种的医治，一种的自由，一种的和好。医治家己错误的心思意念，抛放心中最捆绑，互人甲家己和好，互人甲上帝和好，然后互人甲所有身边的人拢和好。所以大斋节是一个真宝贝的灵修的生活。基督教是因为惊人看袂到，基督徒无啥物通夸口，因为基督教真重视的就是因信称义。牧师今仔无要解说足深的这种的信仰上的道理，所以基督教伊并毋是否定咱需要照教会的祭祀，但是伫传统上，无论是天主教、东正教，因拢真注重的就是照着祭祀读圣经，照着祭祀做礼拜，照着祭祀过一年的生活。信仰真水，但是无拄拄会当互人和平。咱最近的这2礼拜足大的世界级的这个新闻，苏联是东正教，乌克兰是天主教，多数。为什么这样传统的区域中间的这种的文化甲信仰，竟然有这样邪恶的代志？牧师有传一个祈祷的相片，就乌克兰的兄弟姊妹，因伫落大西身，大家因为惊吓，所以因就出去到伫公园、伫啥物所在，伫寒冷的这个西中间，就跪落来祈祷。信仰真水，但是人若无真正进入内心，亲像春天补芽。大斋节最重要咧讲的就是悔改、顶头生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主怜悯咱，人就是人。所以世界历史大甲小，不断重复咧讲起人类世俗化了后的受伤。所以古伦神父说，古伦神父伫伊有一本薄薄的册，伫大斋节40天的灵修，迄本册中间咧讲起要怎样用灵修
互咱无平衡感的咱的生活。我毋知兄弟姊妹，你有感受到你伫生活中间，你的脚步的节奏有混乱，有无健康？敢有安尼？如果若是有，大斋节是一个足好的一个灵修的开始。牧师无带恁出外去灵修会，嘛无带恁去修道院去山顶的祈祷山。但是咱每一个人，咱会通真自由、真自然，伫你家己的家庭、伫你的生活中间，安尼来操练咱家己，早暗亲近上帝，甚至你嘛会当自我约束。伫今年的过偌济进程，特别伫受难周，我嘛要来学习看卖，什么是禁食祈祷？咱的教会有时就会大声甲咱呼吁，所以我也会记得有一名有一年伫过偌济受难周的时，伊就禁食祈祷，有真深的回应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操练身躯有利益，更较要紧，操练灵魂。操练心灵，迄个利益更加丰盛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用耶稣基督怎样赢过伫旷野中间魔鬼的试探，提起咱家己。咱的主耶稣都遐尼警醒啊，更何况咱是世俗情欲血气的人，咱若无小心，这个世间的名声地位、荣华富贵，这个世间的金钱官兵。对人有极大的吸引力，所以古早信仰的前辈讲，钱会扭曲一切，性嘛会迷失人的灵魂，官兵嘛会互人看无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一个基督徒，通过各种的祭祀，无论是受难周、搁偌济圣神降临节。以及抬杠节、圣诞节，兄弟姊妹，常常亲近上帝，真欢喜所听下这。咱的教会是一个爱礼拜的教会，咱的教会是一个亲像家庭，真温暖。大家兄弟姊妹伫礼拜日，毋免牧师特别甲恁勉强，恁拢会真欢喜。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上帝施恩赐福，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也通过今仔日的圣餐。主所留予咱的杯，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所听的姊妹，无论你有捧杯无捧杯，伫你的内心，上帝拢要祝福你。愿咱亲近伊，真正伫咱的内心，甲上帝相拄。相拄的意思就是面对面，相拄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心灵魂拢结连做伙。灵修最重要就是看到迄个看袂到的上帝。灵修最重要就是将孤单的门拍开，互这个人面自爱的上帝陪伴咱到一生的路尾，实实在在甲上帝来同行咱人生的道路。所以，咱的信仰的前辈因常常讲，将你内心的思想、情欲、欲望来摆伫上帝的面前。互上帝的圣神会当亲像光照入伫你的内底，来转化、改变咱的心思意念。主人民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经的金句，伊讲上帝的神圣的能力，汉字的圣经翻译做神的神能。伊的意思就是上帝神圣的能力，伊会将生命甲敬虔的事来赏赐予咱。伫咱人生中间有两项真要紧的功课，就是我为什么活伫这个世间，这叫做活命的功课。还有另外一个功课叫做敬虔。敬虔就是知影上帝伊是什么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当通过圣神的怜悯甲主耶稣基督，互咱真正会当常常注意学习，也真正明白，咱的上帝绝对无辜负人，你相信吗？咱的上帝满满慈爱甲怜悯，咱的上帝是良善佮美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彼得嘛佮讲，上帝要将这个极大的应允来赏赐予恁。
要互咱脱离这个世间情欲所带来的败坏。咱人活这个世间哪久，对世俗的引诱哪深，受世俗的引诱可能会哪深。除非迄个对少年就决志，我一生绝对无互歹来引诱我。除非有这种的心，对少年就决志讲：我虽然活在这个世间，但是我要说字听，我绝对无要就这世间最冤巧背逆错误的话来扭曲我的思想。所以弟姊妹，主耶稣所带来宝贝个极大的应允。应允这个字，其实甲福音是同字。宝贝个极大的应允，应允这个字根其实就是好消息啦，好消息。所以应允其实就是福音的本质。所以上帝伊将极大的福音甲宝贝授予予咱，予咱真侪伊的行前有分伫伊神圣的性情。神圣的性情，昨的查经就是查到这段。上帝的性情，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本性、上帝的本质。一个真正认真想要认捌上帝的人，伊就会看见上帝。当伊愈专心来注视看上帝的荣耀，伊就愈受吸引，会对家己无满意，伊会想要真做一个有尊贵的心，会真做美丽的外貌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做礼拜就是要望上帝以荣耀的面来看咱，上帝欢喜的面来看咱。当咱有这种的良善的力量所压砍的时，咱的生命自然而然唔免学习，嘛唔免勉强，咱就会有上帝的良善，甲伊的真光，甲咱扶持，重大圣人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唔是死人的上帝。今日圣经神约只有一句话：咱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唔是死人的上帝。咱爱为伊来活，这是耶稣所讲的话。用这句话来看过去的旧约的历史，这句话就是讲，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，今仔日甲你相加伫地，唔是你的爸爸的上帝，唔是你的阿公的上帝。因为犹太人所敬拜的上帝，拢是古早的故事。所以我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耶稣讲，你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你的天堂伫今仔日就临到。咱来为上帝来活，就亲像咧甲以撒讲，你唔通回头去看恁老爸，因为你的老爸已经死啊。我是活人的上帝，虽然我嘛是你的老爸的上帝，但是更较要紧，今仔日是你甲我。也即你，咱知影即个经文的意思吗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听道理听足久，若无耶稣活伫咱的活命中间，咱拢咧听古早人的故事，咱拢咧听别人的故事。咱应该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是我的上帝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面，伫今仔日，要亲像伫将来。愿天要上帝帮助咱。咱纯粹咱的双手领圣餐的背时，咱相时嘛用较无心甲上帝祷告，主填满我的杯，主填满我的杯，互我的生命无搁再犹搁吹大。台湾话讲欢喜来唱救恩的活水，和本的圣经用中文写讲欢然取水。台湾话这句话足水呢，欢喜来唱啊！钟圣问我讲，无书记字边来读，为什么叫做唱？好把西唱？唔是啦，古早人是食古井水对无？古早水咱若有用过古井水的人，古早人讲啊，你去唱水，唱就是安尼啦，用一个桶啊，甲伊溜，吸起来啊！洪水管迄种的水安尼吸起来，迄个水甲伊吸倒起来，兄弟姊妹。咱若无开嘴，上帝倒互你的福杯，
就流到规喙皮，但是食无落咱的心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咱纯粹相处的是爱用心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对今仔日的圣经，咱得到一种属灵的教示，一种属灵的唤起，一种属灵的感动。圣经咧讲信真道，迄个信真道这个字叫做 pistis。牧师过去捌甲恁讲开气水，开咧，酒罐头拍开了，噗一下，气水的气甲水就噗，像香槟安尼。就清出来，就迄个字啦。pistis 的意思就是圣神神性的教示，然后人顿悟了解、悔改的智慧。所以大斋节最要紧就是咧讲起人怎样上帝宽免，然后得到一种新的觉醒、甲智慧。那这你爱吗？你有想要成做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，深捌上帝的道理？或这个世间的万物拢未赢过你心中迄个大个宝贝的应允嘛？求主甲咱三角地带，拍开咱的嘴，拍开咱的心，咱来领受。主你今仔日所要让互咱的，所以圣经有真侪话甲抢水有关系，圣经有真侪故事甲抢水有关系。比如撒玛利亚妇人人伫雅各水井，亲像亚伯拉罕。伊伫旷野中间沙漠乌水泉，圣经中间有真侪咧讲起，伊是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。伫人的欠缺困境的中间，上帝陪伴，迄个自然之然所流出来的水泉，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图像。所以希伯来书讲，恁着唔通惊，唔免惊，入来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进入上帝至圣所。代表讲，恁就领受圣殿的美福，恁会记句话无？咱就领受上帝伫伊的圣殿，通过约柜，通过历史的故事，上帝讲：我搭临在伫恁的中间。什么所在有约柜？什么所在有圣殿？什么所在有恭敬的礼拜？上帝就是遐，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心看见上帝。唔通人有来，心无来。我知影恁人有来，恁的心嘛有来。若无恁就伫直播顶管得好啊，倒伫个门床顶，又搁轻松。兄弟姊妹，因为咱要敬拜上帝，爱付代价，爱加行两步路，爱专心将这个时间分别做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每一摆。你较无上帝的事，上帝的面，欢喜的面，就恩利显现。愿主甲咱三个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无有人空空离开上帝。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恩你也起我生命杯，主啊，你填满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大斋节就是将咱的垃圾的杯洗好清气，重新将这个杯伫这是40天的灵修祈祷，向上帝摆列你的恳求的声音。牧师伫一开始就寄伫咱的教会咱的族群内底，伫美国有一间教会，伊将40天的这个读圣经的经文拢有写出来，每一日拢有一个主题。恁若欢喜受今仔日的礼拜会感动鼓励人，恁点入去迄个网站。你逐日会当照迄个进度，家己灵修。那读无毋免客气，你甲牧师敲电话，你讲牧师电话足贵，你就敲来，你就来免钱。兄弟姊妹，上帝互咱伫这个时代，你若肯求就互你，找就拄着，你愿意吗？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学习以赛亚讲，以赛亚讲，我的上帝是我的拯救。伊是我的倚靠，这是你的祈祷吗？这是你的信心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有这种的肯定，伫我的人生的中间，得时不得时，耶和华拢是我的上帝。我相信我的上帝是我的倚靠。今仔日我检查拄到最重大压力，唔知要怎样解决的问题。兄弟，牧师嘛会，你嘛会。
我毋是咒詛恁伫人生中间拄着这重担，毋是。咱伫人生中间就是这是自然，因为这就是人生的路。但是上帝应允讲，我无离开你，以马内利的上帝。上帝应允我，应允咱，伊讲我要为你备办，因为我的名叫做耶和华以勒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这个礼拜第一个祈祷就是。真真实实伸出你的手，摒开你的杯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欢欢喜喜来唱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水你啉了就无搁再喙焦。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讲，靠遐好空。我逐日拢买2500 cc， 当然无啦，古早无这种观念对吧？但是有什么种的活水？会互人永远有满足的喜乐咧。这今仔日讲的这个满足，是一个对内在，是上帝同在迄种的丰盛。你相信有这种的可能吗？我咱同去今仔这个礼拜所听的姊妹，伸出咱的双手甲主祷，你免摕杯啊，你伸出双手。这几年牧师常常邀请咱真自然轻松。自然用你的手伸出来，放伫你的骹头虎，会记无？你坐伫客厅，坐伫你的眠床，伫什么所在安静坐的时阵，你若想要祈祷，你就伸出你的双手，轻轻放伫你的双骹，或者你若欢喜，甲袂讲的，你有迫切的期待，你就伸出你的双手，悬悬，甲主讲：主啊，你的祝福对天人来。顶礼拜恁的基牧师带恁读阿摩斯。伊讲上帝拍开天窗，拼落福气，大到恁抵袂了。恁大家有读一段圣经？有的人有读，你若无读，可惜呢。因为上帝讲我要祝福你，你较毋读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是信实的，佮大应允，主帮助咱。所以，咱要伫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伊的恩惠，伫伊的圣殿来领受上帝所予人的幸福，甲这世间的幸福不能画上等号，因为这世间的幸福太有限。你讲有影吗？上帝所予人的幸福，毋是用钱来量；上帝所予人的幸福，嘛毋是用喙来讲那点，上帝所予人的幸福是一个长个宽、永远的祝福。所以第二个牧师要邀请咱，就是定心认捌咱的上帝。这个上帝要伫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。今仔日圣经经文第35篇，伊讲恁着来，毋免钱，毋免银，今仔枵喙焦的人着来食，着来啉。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，我的念头悬过恁的念头。所听的弟姊妹，咱读遮久的圣经，敢有真正有圣经变做咱的信仰的坚持？我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。耶稣甲路加以及伊身边的人，伊所讲的话，伊讲。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所以，恁正人就要为着伊来活，这是白话字的翻译。但是汉字的圣经讲，要活在他面前，无同款的翻译，同款的意思。咱活伫上帝的面前，咱是为上帝来活。当咱读到这句话时，当然第一个印象上大的感动就是。我的上帝毋是伫天灵咧飞，咱都讲，阮伫天灵咧飞啊啦，读个老风，讲阮伫上帝伫天灵咧飞。咱的上帝是今仔日踮伫咱人生每一时刻的上帝。愿圣经提醒咱。第二，这段圣经若放伫以撒伊拄着艰难的故事内底。咱就忽然了解讲，亚伯拉罕的上帝耶和华，甲亚伯拉罕的囝讲，我是活人的上帝，毋是过去死去真伟大迄个伟人
亚伯拉罕的上帝拿定。无可能讲上帝嘛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但是更加要紧重点咧讲起，上帝是今仔日伫咱身边的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段圣经第二个信息咧甲咱讲，咱的人生是甲伊做伙活，咱爱活伫上帝面前，咱爱为着伊来活。牧师要鼓励咱教会青年。面对少年开始在追求美丽的梦想，唔通看轻恁家己的将来，过一天算一天。恁爱还是记得，计划恁的将来，恁的将来是可以伟大的。我说过讲一摆，恁的将来是可以伟大的。阿妈会当凊彩，你要系伟大的生命，还是凊彩的生命？恁会当甲上帝讲，上帝让我为你而活。主是奇妙的，因为伊是创造的上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得到伊的祝福。去年的7月，牧师讲一篇的题目，叫做“活出蒙神祝福的生命”。恁会当定心去听迄个 YouTube 内底录音的讲道，也是甲恁的周报。牧师所写的经文，恁都爱迄周报摕出来。复习一下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迄即个礼拜中间，牧师讲到以撒的故事，记载伫创世纪第26章。恁会当重新对甲即个故事，佮重新读一摆。伊讲伫亚伯拉罕的时代有饥荒，有空旱，后来到伊的囝以撒的时代又过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迄个红字的第二节讲，迄所在各有饥荒。再一次的这种的久无落雨，土的所有的土地拢空旱打去，所以意思咧讲起，伫古早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伫今仔日以撒的上帝，古早的空旱人生的困境，今仔日人生嘛有困境，所以伫遮咧做对调。但是上帝讲话，因为上帝无爱以撒，佮重新行伊老爸的脚迹。因为上一次的饥荒空旱，亚伯拉罕是为着会当较方便来得到帮助，所以就走去埃及。后来发生一寡代志，甲说对埃及各迄个国王赶出来，因为国王看到亚伯拉罕太太足水，所以想要甲伊占为己有，所以差一点就家破人亡。所以上帝伫迄个所在讲：你唔好阁走去啊！你莫个亲像恁爸爸伫饥荒的中间，佮走埃及，你就留在原地吧。也意思咧讲起，咱伫人生的黑暗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不要到处乱跑。所以上帝讲，你就去纪念你。咱若敢若读圣经的字眼会解说，咱读袂出来各种的滋味。为什么上帝不爱伊去埃及？为什么上帝要叫伊回去？基拉尔纪念你，原来纪念你就是以撒出世成长的所在。上帝爱伊脱离童年的伤害，上帝要让伊对伊定心成长的所在。因为伫纪念你的中间有真多的情景，所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段故事最重要就是咧甲咱讲起。古早是安尼，今仔日嘛是安尼。这个上帝是伫人的困境的中间，亲自主动来帮助人的上帝。所以讲，上帝暗夜造访，上帝伫暗暝出现。当我抬头看天顶的日月星辰，我问人算做什么？迄个创造天地日月星辰的上帝就来到伫以撒伊的步旁。伫沙漠的步旁的中间，这就是这段的故事。这段的故事留予后代的人，最重要就是要鼓励咱，得时不得时，当咱拄着人生的困难的时，记得咱的上帝要进入你的生命内底。你相信吗？你愿意这个上帝常常来拜访你吗？当然，咱拢期待。所听的姊妹，拍开期待的门。所以牧师伫顶礼拜讲，顶礼拜讲，上帝拍开天顶的窗，
但是伊会惊二甲十五件拍开伊的心窗，你会记迄句话无？若袂记，你搁听一摆。上帝为着伊所听的人所避办的，伊拍开天顶的窗。但是地上伊的囝儿若无拍开迄个心内稳定的心门，上帝拼落来了，遐雨水拢流了了，对无？因为遐雨水就对厝顶就流了去，伊就无侵入咱的生命。上帝的天窗甲咱的心窗爱相通，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有上帝的话，甲以撒所讲的话。伫迄段故事中间记载伫创世纪26章，迄段话拄拄就是会当帮助咱了解今仔日耶稣所讲，耶和华毋是亚伯拉罕死去迄个亚伯拉罕的上帝那点，耶和华嘛是今仔日你以撒的上帝，所以你着为伊来活。伫这段故事中间有一个对照，因为以撒倒去纪念你的事。就是伊爸爸伊看到伊爸爸少年的时阵，怎样受到非利士人伫迄个旷野中间的游牧民族，安尼赶来赶去，赶来赶去。亚伯拉罕毋是一路一帆风顺，一路拢顺遂，毋是。亚伯拉罕行到啥物所在，就人啥物所在人欺负，因为伊是对北方、对东北迦南地的东北迄个所在，上帝甲伊对阿南迄个所在甲伊带出来。伊等于是一个移民，是一个勇敢靠着上帝的稳定向前行的人，所以来到这个所在受真多苦，特别搁伫旷野，毋是亲像咱讲自来水拍开水就来，伊爱为着伊的精神，为着羊牛去找迄个草坪，找迄个水泉。所以上圣经咧讲起亚伯拉罕行到啥物所在起这段，伫迄个所在挖落水泉。恁会记迄个故事？但是上帝带以撒倒来到纪念你，照着这段圣经记载讲，伊挖4口井，前的3口井是因老爸所挖所吞起来，互人吞起来井。伊讲照因老爸行过的所在，伊的印象过去遐有1口井，伊照伊的印象就甲挖起来，然后照伊老爸名号名叫迄口水井。一直到最后，伊的罗伯哥来甲伊讲，出1口新的活水泉。以前是老爸的，但是今仔是伊的。意思就是，我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我是活人的上帝。我互你的老爸祝福，我嘛要互你的祝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的信仰传承。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毋是干那承受老爸的信。咱上帝甲咱讲，你就架脚暂时安静住伫纪念你。所以最后上帝赏赐伊1口井，伊甲迄口井，甲伊号名叫做示巴。示巴的女王有无？甲迄个所在叫做示巴，后来叫做别示巴。今仔这个所在的地名叫做别示巴。头前顶讲甲别人的别，别的意思就是犹太人的字叫做古井、水井。别的意思就是1口井，伫啥物所在？伫示巴的1口水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信到永永远远。咱纯粹双手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伫大港节，毋是大港节，伫受难之尾来临过我这进程。主，阮要甲过去的历史的先人，阮守这个大斋节，阮要用金遮、用祈祷、用灵修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做伫今年的祭祭，通过金遮，通过默想，通过今仔圣经的故事讲，以撒伊叫伊的罗伯将迄个互人踢死的水泉，重新甲疏浚。咱的内心嘛有1口已经阻塞的，就亲像心血管若袂通，就爱去安那按支架。来个做安那，这个手术有个绕道心导管。兄弟姊妹，我毋是讲要甲恁讲，咱就有可能会去拄着心导管，上拢无。
但最要紧要讲的就是属灵的心导管，主帮助咱清起咱的心，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面。要啉清气的水，就捧清气的杯来啉。伫今仔要守圣餐啊，时间已经到，主欢欢喜喜来领受，咱智慧来领受。但是会记得主耶稣讲，恁就用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这个杯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兄弟姊妹，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。过去代志拢正过去，一切变换新。阿门。愿主将新的画面、新的愿望、新的力量、稳定赏赐予咱，欢欢喜喜来领受。咱做伙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感谢你。我虽然未看见，但是今仔日，我要白白领受你所为我备办这个生命福杯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愿恩你拍开阮的心，你施恩赐福伫阮众人，你论得阮打扫夭折的生命。主祝福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通过今仔日的圣餐，主你填满阮生命杯，互阮焕然取水。哈利路亚！主愿俄勒感谢你的圣尊名，祈祷我个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